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關於做運動點樣可以變成咧一個好 discipline 嘅 system 進入個身體入邊。其實我自己本身係一個非常之唔 discipline 嘅人，咁但係咧，因為我覺得運動係其中一個我覺得身體、心靈都好需要去培養嘅一個 activity， 所以咧我就不斷咁樣去諗點樣將呢個運動融合咗喺我個人生嘅 system 入邊，令到我咧可以覺得呢一個 discipline 其實只不過好似一個習慣嘅時候咧，咁我就開始慢慢咧 enjoy 到運動之後帶嚟俾我嘅好處啦。咁咧我集合晒好多各方好友俾我唔同嘅意見啦。咁關於咧其實佢哋點樣 build up，令到自己有呢個 discipline 去不斷咁樣運動。唔係關於一個頻率嘅問題，而係關於一個心態點樣去持續地做，慢慢進步，慢慢去 work out 到一個你想要嘅自己呢。咁咧喺我講之前，咁我就同大家去分享下，其實我琴日就去買咗一個我好開心遇見一個品牌。咁因為今日係講運動篇嘛，咁所以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咧呢一個就係喺我覺得好想搜羅一啲飾物。可以喺運動嘅時候，無論運動啦、沖涼、焗桑拿，甚至乎可能一啲水上活動嘅時候都可以帶住嘅 accessories。咁就俾我揾到呢一個品牌同埋另外一個品牌。咁呢個品牌其實咧佢好標榜係一啲運動型嘅首飾啦，因為佢啲 ambassador 多數都係本身已經係一啲運動達人。咁所以我哋大家一齊去睇下究竟我喺裏邊買咗啲咩飾物啦。咁咧第一樣咧其實就係一個鏈嚟嘅，咁你話咦，其實佢係咩來頭咧？點解會無端會有兩條短黐黐嘅嘢咧？其實本身咧係我買咗4條呢個短黐黐嘅嘢。其實呢個咧係佢本身一個頸鏈或者手鏈，佢都有統一呢個款嘅 extension 嚟嘅。咁咧呢個 extension 咧我就買咗4條。咁點解我會買 extension 咧？其實就係基於我本身試咗個頸鏈。同埋試咗個手鏈嘅時候，我都覺得頸鏈有偏長啦，嗰個長度即係喺我個頸上面。如果要扣到好短，係我想要嘅 choker 嗰一個嘅長度嘅話咧，佢亦都要扣長，即係要留咗好多呢啲一格格出嚟，咁又揼咗落嚟，或者喺後邊又會揼住。咁 which is 其實我唔係最想要嘅效果嚟嘅。咁另外手咧，我亦都試咗，因為可能我隻手係比較即係呢啲位比較幼啲，咁我試咗之後，其實都大概有成3格嘅呢啲嘅 chain 啦，咁係跌咗出嚟。咁我覺得如果即係戴咗之後，咁有3格喺度吊吊揈咧，其實可能未免太長。所以咧後尾我就知道，因為佢哋本身有呢一啲嘅 extension 可以買，一個係2個 extension 嚟嘅。咁佢2個 extension 就可以咧變成我嘅一條手鏈嘅長度啦。咁我帶俾大家睇下，係啦，咁嗱，大家見到呢一個就係手鏈嘅長度。咁咧其實會睇到佢就有一粒突咗出嚟咯。即係如果以我呢一個 length， 咁加埋我自己嘅一啲手鏈嘅 stacking 咧，其實佢啱啱好就喺我呢一個位。咁因為時間嘅關係，咁我就除翻出嚟啦。咁好啦，跟住我哋試下就駁埋一條。2條，咁即係呢一個咧 total 就有4條喺度啦。去個頸度俾大家睇下先。咁如果戴咗上個頸度咧，其實佢就會係呢一個 length 咯，即係啱啱好係 choker 嗰一個 length。係啦，咁就係呢一個 length。咁跟住同埋咧，我除咗喺佢嗰度買咗呢個 extension 可以一物兩用之外咧，其實我就仲買咗一條，我都即係揾咗好耐，但係成日都會好擔心出邊，譬如係啲銀啊都會甩色。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蛇鏈啦。咁佢本身其實都幾薄嘅，佢比較貼皮膚啦。咁同埋佢個 packaging 都幾靚嘅，即係佢都要有粒滴。我掹咗粒滴之後咧，跟住咧咁嗰條鏈就可以咁樣抽出嚟啦。咁同埋佢好好咧，佢下邊係一個咁樣嘅圈嚟嘅，睇唔睇到？咁咧呢一個圈咧，我就覺得好，因為我其實本身自己唔係特別好中意啲譬如龍蝦扣啊，或者有好多尾鏈喺度揈嚟揈去嗰啲感覺。咁所以呢一個就啱啱好灑脫，即係好瀟灑一粒咁樣一條線
事。跟住另外咧，都好想同大家一齊開箱咧，就係琴日我去一個英國嘅品牌叫 Monica Vinader。咁我估大家可能都唔會太過陌生。咁咧呢一個其實亦都係我揾咗好耐。雖然佢就唔係特別標榜話可以運動嘅時候戴嘅，不過佢嘅 material 其實我都覺得 for 我會去做運動啊、沖涼、焗桑拿或者一啲 outdoor 游水嘅活動咧，我覺得都冇乜太大問題嘅。咁佢係一個咩嚟咧？滴滴就係一條石頭鏈啊！係啦，其實佢係話叫 Almond Stone， 係啦，咁就係一個白色同埋有少少藍綠色嘅好 colourful 嘅頸鏈啊，唔係手鏈。佢呢一度咧就係一條銀鏈嚟嘅，咁跟住佢就係鍍咗18K 金咯。咁同埋我中意呢個的咧，佢愛嚟 adjust 嗰個長度，咁係好好，因為通常你知即係手鏈又好或者頸鏈都好，好多時都係要掕一啲尾鏈去滿足到唔同嘅手或者頸嘅粗度。說時遲那時快，咁就戴咗啦，就係咁樣啦。咁你見到個扣係咁樣喺呢度，跟住條鏈喺呢度。咁呢一條鏈我就覺得同尾鏈嘅感覺唔係好一樣。雖然我呢度都有個尾鏈少少嘅自己嘅手鏈，咁不過呢一個佢可以咁樣去即係 adjust， 我覺得好好咯。咁好啦，既然都戴晒我要去做運動可以戴嘅首飾，咁我哋就一齊去做運動啦。我今日想分享4個小 tips， 點樣可以 discipline 咁樣咧，將運動擺入喺我哋自己嘅 system 入邊，令到運動可以變成我哋一個習慣。咁習慣咗啦，咁運動就唔會好辛苦，唔會咁大壓力啦。第一點 ，think big, start small。其實做運動根本就唔使咁大壓力，我哋每一次都唔需要俾太大目標自己。我發現越大壓力嘅時候，其實你能夠最尾維持到嗰個狀態去做運動嘅能力就越少。即係好似有啲人嘅目標，如果譬如好似1個月想減20磅，或者咧喺1個月裏邊我要變成咩體態，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會因為一啲中途嘅唔能夠做到，或者成績未達標而放棄咗。但係其實我哋可以係好輕鬆咁樣將呢件事變成一個樂趣，或者如果就算唔係樂趣，都可以唔好咁大壓力，覺得自己係啦，我去喐下啦，我去 enjoy 下個大自然啦，我去做下運動啦。咁咧第二點咧就係 habit stacking， 就係將一啲平時已經好習慣做嘅事，同一啲未建立習慣嘅事擺埋一齊做。例如即係好似平時每一日都會刷牙，但係將用漱口水嘅時間擺喺刷牙之後，咁慢慢你會建立到一個用漱口水嘅習慣，因為每一日都要刷牙嘛。呢個小 tips 其實係建立於喺我個朋友嘅 sharing 當中，因為佢同我講佢好中意飲酒，但係每一次咧佢飲酒嘅時候都決定要做運動，因為咧佢知道咧如果淨係飲酒嘅話佢會好傷身，所以咧佢就會將運動同飲酒 stack 埋一齊，每一次飲完酒之後，佢一定要去做運動。但我覺得呢個好有果效啊 ！At least 對佢嚟講，佢而家選擇有 alternative 嘅話，佢會做運動 rather than 飲酒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 habit stacking 其實都係好好。咁我自己就係因為帶狗狗，所以我都會將同狗狗出街嘅時間變成我一個運動嘅習慣。第3個小 tips 就係 magnet effect。所以咧有陣時我哋都要同一啲佢哋已經好習慣去做運動，同埋咧好有 energy、好 positive 嘅人一齊。點解咧？因為就係佢哋嘅能量、佢哋嘅 energy 同埋佢哋嘅 motivation
係會 motivate 到咧一個可能好似我咁唔係咁中意或者唔係咁 discipline 去做運動嘅人，的起勇氣去做運動。當我自己因為呢一個人，或者因為呢一件事，或者因為呢個環境去做咗運動，建立咗習慣之後，咁我自己就會成為我自己嘅 motivation 啦。第4個 tips 就係建立我哋嘅 physical needs， 即好似朝頭早同夜晚刷牙一樣，我哋點解要養成呢一個習慣呢？因為我哋知道刷牙係會保護牙齒同埋令到口腔健康，所以我哋就會好從細個開始要建立呢個習慣。雖然我都聽好多小朋友其實唔係咁中意刷牙，但係最後我諗爸爸媽媽都係需要逼佢哋建立好呢個習慣。所以我覺得最後呢，做運動其實除咗我以上呢3個 tips 可以去幫助、去推動我去喐之外，其實最後我身體上邊、我心靈上邊嘅一個 needs 其實都係好緊要。即係好似當覺得工作好容易分心，或者咧讀書冇乜專注力嘅時候，運動係一個可以訓練到我哋專注力增加嘅一個好好嘅鍛鍊。咁另外就係好似我之前試過膊頭又受傷，跟住亦都試過椎間盤突出，呢一啲嘅症狀都係可能因為以前嘅工作好多嘅勞損而令到衍生咗。咁我哋可以揾好多其他嘅方法，包括睇脊醫啊，包括可能睇好多醫生啊，食好多止痛藥。但係如果我去切衷想揾一個方法，能夠唔單單幫到我呢一個痛症，仲會衍生一個更好嘅我會選擇運動。呢個世代，大家除咗對身體，仲有對心理健康都有好多嘅關注，所以我相信運動唔單單係要達成一個體態上嘅目標，仲希望咧透過運動呢個鍛鍊嘅過程，可以成為一個自己更想成為嘅自己。以上呢幾個小 tips 係我自己將運動變為習慣嘅一個生路歷程，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嘅小 tips，我哋一齊努力啦！Matcha latte，或者甚至乎等我喂，hello。